这个速度就好，不要再更快了。我们接一下这边好吧？我们从62小节最后这个八分声，然后记得我们要接到短调的时候，先留意62小节最后一个八分声。一二三。
兄弟大家到早，大家平安。咱来练诗，请咱掀开圣诗576首。576首，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来吟第一段。第一段。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第二段，咱来吟第二段。双双吐开，歌啼哭无停，流阮看路相离，若是眼泪有风雨可见。咱来掀开圣诗39首，俄罗主敬拜主到万代。咱来吟第一首。俄罗主敬拜主。第二节。主一体，咱有体相分，以寒为受创伤，以灵魂，以叫咱情因为免叫向。第三节。主求你为和平，拯救万族，随从人无杂邦免悲观，属信心。心所道。好，咱练习到这，请有带手机仔的兄弟将手机仔关机，还是关做震动，就啥？
会。耶和华，我的心神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平素，我靠你，毋通互我见笑，毋通互我的对敌，因为赢我来开口。既若听候你的，的确无见笑；遐个无缘故行奸诈的，要见笑。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求你带我伫你的真理。佮教示我，因为你是救我的上帝，我同你听候你。咱做伙用圣诗来学了上帝，圣诗第39首，学了主敬拜主高万代，请起立。
只是咱做伙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别。我是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水里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利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上天他这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死死人。我信神，我信神，当的教会，圣道的上帝，最赦免，永远的欢迎。请坐。咱要用启应的方式，做伙来读上帝的话。启应文第4篇，诗篇第5篇。上主啊，求你听我讲。我的王，我的上帝啊！上主啊，早起时求你听我的声，因为你毋是意爱罪恶的上帝。骄傲的人袂当徛伫你的面前。讲白贼的，你要袂因。毋过因为你丰盛的慈爱，我通入你的殿。同心祈祷。亲爱的上帝，愿感谢你。因为你的疼痛，予人有生命、有财物、有工课、有家庭、有亲情甲朋友，佮予人有真强的适应的气力。我要因为安尼而乐，称赞你的恩惠。虽然阮生活伫主的疼痛甲恩典的中间，总是阮真软弱。阮会因为环境、时间竟有递到心态改变。常常失去愿望上帝甲追求生命源头的神智。虽然阮有工课，却袂通互阮发挥阮的才能；虽然阮有财物，却袂通互阮有功效的运用；虽然阮有家庭，却无法度互家庭成做快乐的路园；虽然阮有亲情朋友，却无法度介意和平生活；虽然阮有时间，却互阮成做无时间的人，阮袂晓适当分配阮的时间，所以阮常常只有生活伫紧张、惊吓、失志、绝望、猜疑、不满、不平、嫉妒、怨恨、报复、失神的状态中。虽然是安尼，你嘛无气煞着阮，无对阮失望，无对阮收回你的疼甲恩典。继续，阮的主啊！你是道路、真理、活命，因为你的救赎，互阮得到定头生，互阮的生命得到永远的意义甲祝福。你对我每一人有你的旨意，阮所领受一切恩惠甲才能，拢是你交代阮管理的，帮助阮成做你尽忠的管家，要互阮伫你的国降临，伫地里亲像伫天里。为着你的旨意得成，求你用信实、权能扶持阮，使阮有气力看赢试验，互阮顺全亲像你，通将一切荣耀归乎你。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
圣乐队要用诗歌《俄勒称赞主》来带咱敬拜。
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民数记21章40到90。因对何尼山起身，对红海落去，未设以东的地，百姓为着所行的路，心不知累志，就险上帝甲摩西讲：你啥事带阮出埃及，互阮死伫一个旷野？因为无饼无水，阮的心验证即个清淡的食物。耶和华就找火泉入百姓中间，教百姓。以色列人死侪侪，百姓到摩西遐讲：阮有犯罪，因为阮有欠耶和华甲你，请你求耶和华，互遮的蛇离开阮。摩西就替百姓求。耶和华对摩西讲：你做一尾火蛇，跪伫旗杆顶，见若互伊夹着的，即个看就会活。摩西就做一尾铜蛇。跪伫旗杆顶，见若互蛇夹着的，一个看，即个铜蛇就活。今日拉牧师所要互咱的信息，是互人得活的上帝。请咱同齐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当阮自即踮伫你的圣殿，愿你用你的光来照光阮。愿你用你的话充满阮，互阮明白踮伫人生中间，阮怎样跟对你；踮伫日日的生活中间，怎样领受你的祝福。同齐献上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谢谢大家平安。咱定定会用足侪外在的象征来代表信仰，上明显的是啥物？外在的记号，也是外在的象征。逐个人踮伫红棍顶面，足侪人拢有挂对无？咱拢会挂十字架，为着要表达咱是属基督的人。但是有当时啊，十字架减会成做另外一个危险的记号吗？如果咱开始比啥物人的十字架较水的时阵，就有可能啊。如果咱开始比倒一个十字架装塔了较水，倒一个十字架看起来较好看，开始咱渐渐就会拄着侪的挑战。咱定定袂记哩十字架的意义到底是啥物呢？十字架是钉死人的器具呢。十字架是代表主耶稣的死亡，代表主耶稣的受难。所以，当咱咧派十字架的时阵，咱即马是挂十字架破连难领。咱咧派十字架的时阵，恐惊咱需要开始去面对，咱需要甲耶稣一样受钉死，将过去一切的罪恶拢 say goodbye， 要继续向前来跑走。今仔日咱要读民数记的故事。老实讲，咱大概无遐尼定定会读到民数记，对无？咱无遐尼定定读民数记，因为逐摆读遮的圣经在的时阵，拢会感觉足侪律法，足侪规则。看到遮的物件了后，咱另外一个反应就是，赶紧掀过，看会当后壁会较趣味的一寡故事无？民数记本身这本册，伊本身的意义是踮伫旷野内面，踮伫旷野内面，整个以色列的团体，这个整个的信仰团体，因拄着侪挑战，所以咱会发现，一个时阵，上帝透过民数记咧讲律法，开始咧讲遮的规则，规则了后壁佫有故事出现，伊会反复不断出现的，就是律法、故事。律法、故事，那亲像不断咧提醒人，踮伫军队上帝的过程中间，其实有当时嘛是安尼，毋是军队上帝了后一切拢无代志，一切拢足顺遂，是踮伫旷野、踮伫困难的中间，不断爱人定心去回想，
到底为什么我军队主？到底为什么咱今仔日会行到现在？今仔日咱透过这段圣经记载，以色列人要对何尼山起身，对红海的路去，要洗以东的地。因拄啊踮伫何尼山遐，其实因是得到胜利。因得到济胜利了后，因准备要后一站来前进，要洗以东的地。踮伫这个旷野内面，因拄着困难，因开始感觉，哪会互人遮尔累志呢？为什么？因为踮伫这个旷野内面所带来有真大的绝望。这个旷野哪亲像比过去每一个搁较严重。敢若踏入来遮，就开始感受到奇怪，踮伫这个旷野内面，四界拢是死亡的感觉，无啥物元气，四界拢是盐水，树仔顶面无法度结果子。搁较严重的是，无论安怎行，地面拢有啥物？有蛇踮伫遮，咧扫来扫去。所以以色列人踮伫这个旷野内面，若是涂骹拢是蛇，你要安怎行？一边爱摕棍仔开始。慢慢赶遮个蛇，慢慢我会一步一步，真惊讲我即马到底会打着伊无？一日两日可能还阁好，但是若是日子一拖久了后，踮伫这个旷野内面，因开始感觉，到底是要行到当时啊？到底我踮伫这个困难内面，我为什么要踮伫这个困难内面？因都开始想啥物啊？因就搁开始想为什么我要来遮？因搁开始搁转去到原本所想的代志啊！我为什么要来到伫遮？为什么互我踮伫这个遮尔大的绝望？互我踮伫遮尔大的危险？要食也无通食，要行也无好行。为什么现在我人生的路遮尔困难？所以伊开始咧埋怨，因开始咧埋怨讲。恁啥事要带阮出埃及，互阮死伫这个旷野？开始埋怨上帝，你为什么要带阮出埃及？互阮死伫这个旷野，遮无啥物，无饼无水，啥物拢无。阮敢若有啥物？敢若看到石头甲蛇，敢若足清淡的食物，啥物拢无。因开始咧埋怨，阮无法度阁食遮的物件。未来，因开始绝望。现在所拄着的困境，互因感觉，踮伫这个旷野内面，结局就是死。死亡带互因真大的压力，互因不断咧想：过去踮伫埃及有偌好？阮哪会遐讲？阮哪会遐讲想要缀摩西？因开始咧埋怨，因一直袂记哩。一路上毋是安尼行过来的吗？一路上毋是安尼吗？埋怨无食米，就互因食米；埋怨无肉通食，就互因肉通食；埋怨无水通啉，就互因水通啉。毋是一直就是安尼行过来吗？竟然阁到伫现在，死亡所带来压力，阁继续互因有真大的埋怨。因开始认为过去的一切拢是空的。上帝，你为什么要甲阮带来遮？因咧攻击上帝甲摩西，整个以色列敢若剩埋怨安尔，因完全无去想，到底一路到现在，我有啥物款的稳定？因的埋怨一直到上帝做啥物事？因的埋怨一直到上帝互遮的蛇开始咬以色列人。遮个蛇是火蛇，咬到的人开始发烧，然后后一个就是面对死亡。济毒蛇进入人民的中间，济人互毒蛇咬死，足济人也倒伫遐一直咧发烧。无久进前是感觉会死亡，现在是安怎？死亡真正来啊！现在死亡真正因攻击，
搁较有口才，搁较有能力，拢比袂着即个蛇咬一喙。所以到伫上尾啊，人民知影爱悔改啊。这个人知影爱悔改啊，因来找摩西讲啥物？阮有犯罪，因为阮有欠耶和华甲你，求你求耶和华，互遮个蛇离开阮吧。最后，因恳求上帝怜悯因，因知因犯罪啊。今仔日，咱无拄过类似的状况，咱检采毋捌踮伫旷野内面生活过，咱毋捌踮伫无水、无物件通食的所在，甚至虽然疫情遮尔严重，踮伫台湾咱游玩过了袂歹，咱嘛无一定遐尼感受到疫情真正对咱的性命带来真大的伤害。顶礼拜有机会透过科技，甲伫美国的台湾人教会对话。其实，因有几十个少年人伫网络顶面，因一直咧讲，足久无实际做礼拜，足久毋捌实际做礼拜，要唱诗歌，干会当靠着 YouTube 回顾过去敬拜团所带的诗歌，足久毋捌做礼拜，嘛有人分享，因从来毋捌感受过，原来死亡甲因遮尔近我。有一个同工分享，才无几工，伊就听到公司内底有一个人感染着，然后就失去性命。这是因甲我分享，踮伫美国现在所拄着的，是咱踮伫台湾，确实咱无即款疫情所带来的足互人惊吓的感受。但是踮伫台湾，咱敢真正无拄着困难吗？伫即个社会中间，咱愈来愈看到，有侪家庭中间开始进入真大的困境。有的囝儿无愿意照顾因的爸母，前几工去为着一个老人洗礼，90几岁的老大人洗礼，这是欢喜。但是另外一个困难是，剩2个老人踮伫安养院内面，嘛无亲人要去因的囝儿袂去甲因看。这是一个互人真心酸的状况。但是当我看到这项事的时候，我也知，这绝对毋是个案，这会是咱社会中间会不断出现的实况。也有侪少年人，咱对新闻中间看到，有侪少年人自杀，因为感觉压力足大的，因为感觉整个社会互因的压力，互因无愿意搁继续活落去。毋知影咱阁会记哩，旧年有一段时间，伫台大的学生一直有人自杀无？当我开始咧看遮个消息，因遮个学生咧安怎讨论咧？新闻报道内面，学生听到因的同学自杀了后的反应是啥物？咱有注意到无？学生的反应是：哇，伊真有勇气，因为伊真正解脱啊！当看到这个消息的时阵，咱开始爱去想，到底踮伫咱的社会发生了啥物代志？到底咱的社会拄着啥物款的危机？失去危机感，检采是现在台湾社会真大的问题。疫情反正拢踮伫外面嘛，疫情踮伫外面，反正咱踮伫台湾，还阁足舒适的，咱还阁会当出门，咱还阁会当自餐，咱还阁会当出去佚佗。所以疫情看起来，甲咱无真大的影响。但是，阁慢慢接近，咱有家庭中间的挑战。老大人照顾的问题，青年人面对社会压力，有侪无共款的议题一直踮伫咱中间出现。无遮的危机感，咱就开始袂去详细想，到底伫我的生命中间，我倒位需要上帝？
人是妖恶，但是人的妖恶有3种。有当时咱咧讲人妖恶，是讲咱无食物通食。但是除了身体妖恶以外，阁有啥物妖恶？有你的心，你的心理会妖恶，你的心会感觉足忝的，阁来，阁有你的灵，你的灵也会妖恶。所以现在咱所要面对的是一个身心灵的妖恶。伫这个妖恶的中间，咱面对，咱开始无法度去感受到，只要生活中间有一点仔无顺家己的意，咱就无法度去抵抗，咱无法度去反应。精神科的医师讲，人需要治疗有4款恐怖。这是精神科的医生讲的4个恐怖。头一个叫怨恨，头一个是怨恨别人，这是头一个恐怖。第2个恐怖是惊吓，第3个恐怖是自我中心，以及最后一个是内疚。4个恐怖：怨恨、惊吓、自我中心以及内疚。咱来看卖以色列人有这4项无？踮伫旷野中间的以色列人有这4项出现无？因开始怨恨啥物？因开始怨恨讲：你为虾米要甲我带来遮？你为虾米要甲阮带出埃及？开始怨恨上帝，开始怨恨摩西。因也有惊吓，因为面对死亡的时阵，因心内底足惊吓的。过来，因有自我中心无？有，因为阮拢无水通食，无饼通食。阮食这清淡的食物，阮已经无想要搁食落去啊。最后，因开始有内疚，为虾米？开始感受到，当这埋怨不断出现的时阵，当蛇开始因攻击了后，因咧面对的是死亡，所以因甲上帝讲：阮得罪你啊！罪的破坏在伫，伊毋是干那个人尔，罪会影响整个的团体。伫整个的团体中间，咱拢会面对罪的破坏性。以色列人踮伫旷野所拄着，到伫上尾啊，因敢若有剩一个选择，必须爱转来找上帝，必须爱转来找上帝，因为因面对的是死亡所带来的现实。死亡所带来的现实，这以色列人必须爱悔改，祈求上帝怜悯伊。摩西因为安尼，替所有的以色列人祈祷。后来，上帝要安怎解决这项事呢？上帝甲摩西讲：“你做一只铜蛇，跪伫旗杆顶，通互每一个互毒蛇咬着的人看到这只蛇，就会当活起来啊！为什么上帝要安尼做？读到这的时阵，咱敢袂有一个足大的疑问？这毋是上帝家己做一个偶像出来吗？读到这的时阵，咱定定会拄到一个真大的疑问：上帝为什么家己做一个偶像出来？甲问题舞甲可能搁较严重呢？其实这项事咧表达的是埃及人。踮伫埃及的时，埃及人相信讲遮的旗啊，迄个军旗会当有带来神圣的能力。遮的埃及人呢，因也因为蛇所代表的危险甲保护，所以因就崇拜遮的蛇。上帝通过这个方式，某一个程度哪亲像咧笑遮的人，恁相信的物件，敢有法度救恁吗？恁所相信的物件，现在踮伫恁的身躯边，不断咧攻击，不断咧吞噬恁，要甲恁陷入死亡的实况内面。看到这只铜蛇踩伫遐，以色列人嘛无啥物选择。看到这只蛇，开始有一个代志改变啊，啥物事改变啊？遐个倒伫涂骹发烧的人，
渐渐恢复健康，开始慢慢好起来。对以色列人来讲，因看到会当拯救人的是啥物？会当拯救人的，毋是迄个偶像，会当拯救人的是上帝的亏力。会当拯救人的是上帝踮伫因的生命中间。痛苦是一个真互人无想要面对的感受，但是只有踮伫痛苦内面，人才知，阮需要上帝。面对艰苦、面对软弱的事，人才知，原来阮需要上帝的怜悯。无偌久之前，遐个蛇所带来的毒性，才伫因的身躯内面。现在看到迄只东蛇，因煞好起来，因得到新的活命。对这以色列人来讲，那亲像对死搁活一样，因为罪会带予因死亡。现在因照着上帝的气力，搁活起来啊！后来嘛，亲像咱所想象的，即只东蛇会安怎？变成做另外一个偶像的崇拜。经过日子久长了后，遮个人拢袂记哩上帝的拯救了后，即只东蛇确实成做一个偶像的崇拜。这一直到伫后来希西家王要做宗教改革的时阵，才决定甲所有遮个偶像拢破坏去。到伫耶稣的时代，耶稣讲：那亲像摩西踮伫旷野举起迄只东蛇，人子也必须受举起。人子必须受举起，通互所有信伊人得到永远的活命。耶稣所咧表达的是，过去恁所看到是迄只蛇，但是背后真正重要是上帝的气力。到伫新约的时代，耶稣所讲的是，耶稣基督正做迄个受举起的，为着咱每一个人的罪，钉死伫十字架，要表明上帝的疼。后壁才接迄句咱少熟悉的经句，约翰福音3章16节，啥物？上帝疼世间人，咱拢少些可能啊，即句可能华语较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却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即句真正是华语背了较熟。耶稣所讲的，踮伫伊的时代，伊需要受举起，互人看到伊得到活命，照着耶稣基督就得到新的活命，这是上帝的疼。上帝所赐予人新的活命，是死亡拢无法度赢过的气力。通过耶稣基督，咱会当甲伊建立新的结连，领受一份对伊遐来新的活命。咱踮伫危机的中间，咱会想到啥物嘛？踮伫困难的中间，你会安怎反应呢？失去危机感，所以有当时啊，咱会感觉，反正我的生活应该爱照我所想的，就照安尼就对，就照我所计划的。反正我就是照安尼去计划，我就照安尼去行。我认为我的人生应该爱是好的，应该爱是顺利的。但是当拄着困难的时，你的反应会是啥物呢？你的反应会是赶紧想啥物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赶紧想啥物方式，为着要互遐个无顺家己意的代志全部拢消失。所以，咱会开始靠家己的想法，靠家己的气力，想要去解决一切，煞袂记哩。踮伫危机来到的时阵，头一项重要的是啥物？咱需要悔改，咱需要悔改，转来到上帝的面前，重新来敲找。上帝求你帮助我，互我知我会当怎样来回应你。坐
无顺家己的意的时阵，你的反应，头一个反应会是好好啊静落来祈祷吗？坦白讲，这有困难，因为咱拢足急的，伫咱的生活中间，确实是足急的，想要赶紧解决，想要赶紧得到好的成果，所以咱定定会袂记你讲，拄着一寡无顺家己的意的过程中间，头一个反应先好好啊静落来。上帝啊，我若是有得罪你的所在，求你赦免我，求你帮助我，互我知我怎样踮伫遮的困难中间来超找你。咱定定会袂记你遮的物件，因为咱伤过着急，嘛，互咱袂记你爱安静来超找上帝。顶一摆你好好安静超找上帝是啥物时阵呢？敢会是现在嘛？我定定甲济青年人分享讲，踮伫生活中间，互你家己一段安静的时间吧。咱拢足着急，咱的生活足无用，逐项事一直来，一直来，代志足济，济到咱甚至无法度去判断，过来我要安怎？咱敢有互咱家己淡薄啊，静落来伫上帝面前的时间吗？踮伫咱拜三的圣经学堂内面，咱顶礼拜咱有练习，互咱家己一段安静的时间，默想上帝的话语。读上帝的话语了后，互家己差不多安静10分钟，好好去想，伫这段圣经内面，上帝要对我讲啥物？踮伫分享的时阵，我落去听，也有咱的兄弟姊妹分享，伊讲过去这10分钟完全无法度安静，完全无法度安静，因为只要我一静落来，足侪代志就开始想完内底头壳内底完全无法度安静落来，感觉足混乱的。这敢会是咱的生活吗？这个短短的10分钟，敢会就是咱每一日的生活？咱拢足混乱的，足无用的。咱认为咱会当掌握生命的主导权，咱期待每一项事拢照我所想的来行。结果足侪事其实是超越过咱的理解。足侪事有当时啊会面对痛苦，会面对惊吓，会面对无顺心。咱会安怎做？咱是埋怨，也是好好安静停落来去想。耶稣基督敢会踮伫遮的混乱中间，悠然对咱讲话无？会踮伫遮一切的混乱，伫一切的困难中间，耶稣悠然要甲咱同行吗？上帝的话成做咱生命中间最重要的规律无？这段时间因为疫情，所以其实透过科技，踮伫厝内底会当听到足侪咱世界各国、逐个牧者、逐个神学家拢咧讨论，到底怎样教会爱面对后一个时代。一个新加坡神学院的院长，伊分享足侪新加坡教会所面对的，但是到伫上尾啊，伊讲一项事，伊讲一项事是，伊感觉教会现在上大的危机就是，教会愈来愈少认真面对上帝的话，愈来愈少面对去读上帝的话，到底要对我讲啥物？咱会足无闲做足侪事工，咱会足无闲有足侪聚会，反正照咱过去自过去到现在一直安尼行，一直安尼行。所以，逐年咱就是遮个事一直咧进行，咱是确实非常无用，但是咱会袂记哩好好啊靠着咱家己，咱来家己静落来读上帝的话。检测伫今仔日的圣经不过是21章40到90短啊，这几节尔。咱就
真少互家己有即个机会去详细看，到底这几节的圣经要对我的生命讲啥物？如果咱确信的是上帝的话要带来活命，安尼检测咱欠缺上大的，就是咧看上帝要赐予咱活命的记号是啥物？今仔日下晡我爱去到伫新竹，即2天总会办一个宣教甲牧养的检讨会。踮伫即个讨论小组内面，其实一开始大家人拢咧关心，就是教会面对后一个时代要安怎宣教，要安怎传福音。但阮踮伫即个小组内面不断咧讨论的是，咱莫阁找遐个所谓看起来事工做了真好、发展真成功的教会，来请因来做讲师。咱知影为虾米无？莫找遐个看起来宣教足成功、看起来足有成果的牧者来做讲师，因为逐摆去参加遮个会议，结果拢是虾米？逐摆去参加遮个训练会，到伫上尾啊，就是哦，伊真厉害。我做袂到，所以就结束啊。逐摆所面对的就是哦，这个牧师真厉害，这个教会发展了真好，但是迄毋是我的教会，我无法度做到遮，所以愈听愈有压力。踮伫小组内面，逐个人咧讨论这个问题的时阵，就开始咧想，无要安怎？到底怎样会当帮助教会，会当帮助牧者来向前呢？最后，这个小组会议内面找到一个结论，就是好，咱莫阁请遐个所谓看起来就有成果的教会来分享，咱找啥物人来分享？找失败的嘛？找拄啊荒漠的牧师来分享。传道书派去一间教会，后来伊留伫迄间教会继续荒漠，要继续服侍落去。就请遐个牧师来分享。当敲电话去邀请这个牧者的时阵，逐个人反应拢是亲像咱所想的共款。我也无啥物成果，为虾物要请阮分享阮的经验？阮最后就分享讲，宣教毋是要找所谓啥物叫做成功，宣教是爱去找。上帝踮伫你的教会中间做啥物？上帝踮伫你的生命中间做啥物？宣教到伫上尾啊，咱会发现，咱其实一世人可能敢若一个人宣教是啥物人？就是你家己啊！一世人你传福音，一世人你咧做宣教的工作，但是有可能到伫上尾啊。伫咱的一生中间，上界重要，只不过是我家己宣教。所以，阮甲遮个牧者讲，毋是要找所谓成功的 case， 是要找你踮伫即个环境，踮伫即个教会中间，你怎样回应上帝的听？怎样回应上帝的呼召？你怎样受到上帝所改变？当然。咱拢会一直拄着困难，咱拢会一直拄着一混乱，甚至感觉头前的路是绝望的。但是如果咱相信，咱所服侍的上帝是迄个互你会当得到活命的上帝，若是安尼，你分享你的生命就有够呀。这对今仔日咱每一个人来讲也是共款。咱一世人不过是家己宣教咱尔，家己宣教，家己体会到上帝的听了后，咱才有气力，通好继续人分享。因为咱是招咱身躯边的人，咱来看啥物？咱不过是招咱身躯边的人来看迄个互人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来看迄个受高举的耶稣基督。看到伊，咱就得到活；看到伊，咱就得到新的活命。无有上帝怜悯，
咱就无法度做啥物，咱就会继续陷落伫死亡中间，看无任何可能性。无上帝恩典，咱就不过是愚戆的人啊！敢若会继续怨恨，继续惊吓，继续自我中心甲内疚，一直踮伫罪的循环内面，伫遮空空说。无有耶稣基督，咱就无法度体会上帝长、阔、悬、深的疼。迄个疼会当救咱脱离灭亡，得到永远的活命。袂捌领受即份永远的活命，咱阁敢猜敢有法度正做福音的奴仆吗？咱无真正感受到永远的活命在伫咱的心，咱敢有法度正做福音的奴仆，分享祝福互每一个软弱的人，互人得到福音的好处吗？咱所信的上帝是一个互人得到活命的上帝。咱看到伊，咱就得到拯救。每一日、每一个时刻，拢是认罪，是悔改的机会。照着耶稣基督，咱要得到新的活命。愿咱一世人，咱家己宣告，互咱永远跟对主，认捌耶稣。请咱同齐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疼祝福阮，慰慰阮，互阮虽往陷落困境，也无抵绝望。虽然踮伫济济生命中间的风波，阮会有埋怨，会有惊吓，会有自我中心，会有济济内疚，但是主，你长阔悬深的疼。赢过这一切，愿阮一生真正不断体会上帝你踮伫阮，上帝你是迄个互人得到活命的上帝，阮会当踮伫你内面，得到永远的活命，也分享互每一个需要的人。献上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咱这位用圣诗576首，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来回应上帝的听。
咱来用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咱做伙来关心教会的消息。伫周报第9面，教会消息第1点，伊丽莎白照顾讲堂要伫3月26日礼拜5下暗7点半伫伊丽莎白纪念教堂举行，邀请刘炳熙牧师甲台湾在医疗学会陈罗谦副秘书长为本届的讲员。讲题是有约10年后的优雅生活。第2点，本主日第2堂礼拜后伫社区发展中心嘉比学召开中职会，请中职团契会长、机构首长参加。第3点，社会服务部要伫4月20拜二上午8点15到中午12点，要前往农家社区关怀活动，名额有5名。有要参加的兄弟，请到办公室填写报名表。第4点，今日
本主日第一场礼拜后，东区卫生所伫大礼拜堂的侧门教育大楼头前办理无语的环境活动，提供鱼害防治甲介鱼的咨询服务并免费的检测体内呼气一氧化碳的浓度。咱再来看团课消息。第一点，3月16日，本周拜二，妇女团课、家庭团课、上学团课联合主办南投艺术飨宴一日游，当日上午6点5站之前到社区发展中心集合，7点要准时出发。有准备早顿，有报名参加的爱带健保卡甲迄个御寒的轻便的衫裤第二点，上学团课定伫3月18日本周拜四上午10点伫社区中心举行春季的庆生会，请客友踊跃参加。咱再来看第12页、13页奉献的名册，较需要出入的，请干事来更正。我来补充报告，3月初7为家庭团契奉献的部分有漏交要伫后礼拜3月2日的周报要补刊。咱来做伙读咱本周的周句，我读一解，兄弟来读2解。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互既若信伊的人袂沉沦，会得到永远。伊疼世间到安尼。约翰福音3章16节。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互既若信伊的人袂沉沦，永远。伊疼世间到安尼。约翰福音3章16节。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赏世间，你若信伊的人袂沉沦，永远。伊疼世间到安尼。约翰福音。牧师介绍。好来介绍应该是讲咱前一礼拜有举行迄个高望乡兄弟的告别礼拜，伊的遗族有踮伫咱中间要向咱教会表达谢意一个，咱也继续为着望乡兄因的家族来关心甲代祷，请踮伫后边遐，咱也继续为着因的家庭关心甲代祷。好，请坐。头前遮有蔡家军牧师转来伫咱中间，家军牧师这。咱教会出身的蔡家军牧师，伊就是踮伫我顶礼拜踮伫网络顶面，甲因分享的教会中间咧牧会，所以伊就甲伊所服侍的教会讲爱邀请母会牧师成做因的讲员，所以才透过安尼，咱会当彼此有结连。好咱有看到3月26暗时有一个伊丽莎白照顾讲堂，逐个人拢问我讲，你到底要讲啥？老实讲，我嘛毋知。应该是讲，现在咧面对一挑战的时阵，无任何一个人会当互咱答案，所以这个答案在伫对。答案绝对在伫每一个参加的人。所以这毋是来听阮讲的。这是听阮分享经验，逐个人嘛将家己的经验做伙踮伫遮，咱做伙来敲吹。所以这是陈副秘书长互我的一个题目，伊讲预约10年后的优雅生活。伊本来讲20年，我讲20年可能20年可能有小可久吼。所以反正就是预约未来会当过一个优雅的生活啦，所以有兴趣的人，请咱做伙来参加吼，嘛是会当报名，甲伫办公室遐头前遐会当做登记吼。
好，我以上做这个报告。咱做伙唱祝福的诗歌，圣诗第400首，愿主仁爱甲恁同在，请起立。主敬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所靠的心是坚定安宁。就等到我醉的梦梦安bình qua kỳ du về cơ。作为领受上帝祝福，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咱正兄弟姊妹三弟弟对答到因世代无煞。阿门。请坐。